各位好，歡迎嚟到大象電視台。今日係2025年嘅4月11號，我正準備出發去開工。咁呢個係我平時嘅裝備啦。咁我有一個背囊啦，一個腰包同埋一架車仔。咁咧，之前我係呢啲裝備，但係後尾諗過咁嘅裝備咧比較麻煩，同埋唔夠靈活。加上不停孭住個背囊咧，就比較個背脊比較攰，所以今日咧我就會用另一個方法。咁我尋日就買咗個新腰包，咁所以呢一個綠色嘅背囊咧就唔要啦。取而代之咧就係呢個新腰包，呢個迷彩色嘅腰包啦。咁我孭住呢兩個腰包加架車仔咧，就去做我今日嘅工作。咁其實我做咗呢個網上嘅送貨咧，都已經一段日子啦。咁就有好深嘅體會啦，因為我唔係隸屬於一間公司幫一間公司送貨，而係自由接單，係。咁就好似做送外賣咁。咁我同時送外賣，同時送貨嘅。咁就大家都睇出下送貨員同送外賣員嗰個困難啦。因為有時佢哋都會遲，咁佢哋都有佢嘅原因嘅，因為落雨啊，或者等單啊，或者等件貨去裝好啊，咁都需要一段時間嘅。咁就希望大家體恤。做外勤同做寫字樓工作咧，係真係非常之唔同。因為寫字樓係好坐定喺某個地方度，就唔驚好天曬落雨淋。而做外勤咧，就係會有呢個揼濕啊、交通問題啊各方面嘅困難。咁就希望大家睇出下外勤工作嘅人員嘅困難啦。咁今日分享到呢度先，多謝晒大家，拜拜。